在今天这个我弟弟这个发挥，主持和所有的那些支持来的所有的朋友，你们谢谢。因为我们这是去年我们是那个闭关中心印度建以后呢，还是继续发完时候要求我们修那个图书馆这样的，在我们是弟弟答应了是这样的，我们是建的，但是我们是那个经济上不够的，也要求这样的做发挥。但是这个发挥是我们所有的你们情况是我们没有浪费帮助，这就是个人的做一个福报，但是我们也是对我们说的印度的那个寺庙这么大的寺庙，我们要做这样的有机会，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福报，就是你们是主持的，你们是帮助这样主持我们的这个发挥以后呢，这个建教这个图书馆这个所有的那些出家人的是读书的佛堂就这样来的，这是你们放了1分钱，也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德来的。但是今天这个发挥，你们参加来的所有的朋友你们谢谢你们这个支持这个发挥的，谢谢你们还有我们是这样的这是图书馆建好了以后呢，多长时间这是长，永远是1000年，是1年、2000年，怎么走的时候的所有的工资这个功德不会浪费你们的回向，你们世世代代的这个是所有的这是我们寺庙回向给你们帮助你们的。这1年当中放了1分钱是一样的，我们最好的是心里是一个放的是开开心心的一个供养三宝，这个功德也有跑这样的一个是放了以后呢，这是一点很大的一个是功德很来的。那我们是明年我想回去印度寺庙是每天你们只是帮助你们支持的人都是给你们回向给你们造业的你们家庭上的平安身体健康就这样的以后呢就是这样的回的。但是我是特别所有的今天和所有的这些还没有来到的人，没参加来到的人，这些方会帮助我们和所有你们支持的人是自己参加的，所有的你们来到这里参加。